后来乡亲啊，继续来看南部的邮局，嘛是出现着排队的人潮。台南的永康邮局，有民众一透早6点就来排队。这个邮局真大心，特别来搭棚啊、摆椅啊，让民众会当坐落来等。啊，那盐埕邮局有人为着要抢号码牌，是抢甲起性地。高雄透早就落大雨，有小弟弟透雨来领，讲要摕这个3倍券去交伊的注册费。 外口排队排足长的，内底足乱的。抢领3倍券的号码牌，人真济，钱做伙，还有人无欢喜。火气真大，邮局的服务人员一粒头2个大。你不要再发了啦，全部都乱掉了啦！台南的盐埕邮局透早就人排队啊，有人讲路线无够清楚，有人讲会当谅解。我感觉呢，有讲时间互我咧倒啊。再来看永康，为着让民众会当美好，邮局嘛真体贴，大布棚还佫摕椅仔出来。几点来啊？来到高雄的总局，做侪长辈去领实体券，另外这弟弟伊是要甲3倍券用你家。就来缴学费啊，因为这样子可以省很多钱。透早就落大雨，但是嘛是做侪人透雨去小港的丰滨邮局。前面的人蛮多的，那所以我们就请他们以半个小时为一个区间，然后请他们到时候再过来。咱个路人来到屏东。 签名完了就可以安心的领回去证件。警察变服务人员，屏东的西子乡无超商嘛无邮局，派出所替大家来服务，这嘛是一个特殊的所在。